林志儒，说说伊就系个舞蹈，舞蹈伫客家去跳伫拄安多年了，有千多莫共的作品。伊啊，今日就看一下舞蹈伫客家去跳林志儒的作品。3个作品，然后叫我跳，我就跳到肉身鹅一个短片，我觉得蛮有意思，因为刑事案件现场一缕烟啊形成了鹅，我就说哦好像不错。当时做的，因为其实还蛮底层阴沉的，都蛮悲的一个故事，包含主人翁，好、他自己家里啊那些，那当然也把小时候的一些经验，爸爸喜欢赌博那些东西都加进来哈，自己，然后其实我以前并不太多去思考自己的客家身份了，那是因为进入了这一行，开始有自己的身份了以后，就会比较多一些关照跟那些。那因为从小是在都会长大的客家人，那自然就会对这一块比较对有感受。我自己是客家人，当然就会想把客家人在都会里头的一些印象，对，把它放进来。很简单呢，如果有很简单啊，都家嘅全国法律睇对你们做到来那边冲过诶。用做得按样讲法喏。你讲嘛啊？你唔会讲客家人就帮客家人，你讲弟啊，你会教我帮忙啊？你爹那边那边嘛，要退变，我吐死啦，自家想办法。你总唔得按样啊？你总得按样，你爱千万啊！爱钱爱辛辛苦苦赚的钱。贝安本来就很会演戏，那之前是因为我去看他的表演，那时候好像从新加坡吧念表演回来，他有一个 solo 的戏，哇！我整场只有一个人，那时候在古岭街，他一个人从头到尾那个能量跟那个，我觉得哇，这个人好厉害这样子，所以我也知道，所以有一场也是那种他自己一个 solo， 其实我没有跟他讲什么，你自己发挥，好，你自己发挥，大概那个感觉，好这样子，你现在。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个东西，对，你要想起你自己的小孩，你就自由发挥了，一个爬来，你就这样拍。哦，他很厉害，他说哦好，给他一个题目，早上跟他讲，哦好，他马上就一个个人秀，其实很棒，很魔幻。那彩衣本来就是表演指导，那就彩衣来，好，彩衣来。那当然那部戏会比较有一点，表现主义，就是它比较可以一些比较超写实的东西，比如彩衣自己会在飞机场里头怎么样，对，都比较让他们自由的去呈现那些东西。杰飞到现场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会觉得一种东西上升，所以他都会弄得在角色里弄得很忧郁。当然后面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，所以有时候感受力好坏之间，有时候你如何去控制？在肉身鹅的时候，我当然是放手让他们玩啦，对。可是有时候怎么收放之间，也是让我学习。我会觉得想要表演指导。因为导演要照顾事情很多，剧本结构现场的调子、灯光、镜位、分镜，有时那演员是最重要的一块。可是
往往要处理那么多技术东西的时候，这一块往往就被压缩到很少。那何不找一个人来帮我盯着，好，专门盯着他。在我看整个大块的时候，他可以稍微聚焦在表演上面，这样子。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好处是，这样，因为演员也有一个依靠，好，就演员知道，他演出来怎么样，有人帮他现场即刻的看，好，而不只有导演，演员表演指导到底要教到什么程度？你要教表演吗？教他表演吗？怎么样？后来我们就有一个结论，跟才艺有一个结论是，把这一场戏演员应该要有的氛围的调子，他自己先建立好那个情绪，好，大概这一场戏好了以后交给导演。那部戏很有趣，那部戏，因为我们也去做了很多功课，去刑事警察局看他们命案现场怎么弄。后来我就把开拍球码重新整理，我整理成2张纸，2张纸有3条线，2张纸，然后3张了，一个人1张，他发生什么事？第2张他发生什么事？第3张西发生什么事？然后中间加几个他们3个中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交易，这样就拍了，这样子。整个故事的结构是在剪接完成的，在剪接的时候完成的。若生儿是我第一部用比较多所谓不同的空间、不同的年份的人交错在一起的。好，从这个空间看到那个谁，我用了很多这个元素，这样子。那些东西也是在3段里头，大概好吧，试试看，让它出现一下，反而剪接的时候在戏里面发现又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效果。这样子把不同年代、不同空间的人，把他们3个人挤在一起，这样子。然后拍那个很有意思，是因为，它比较散文，好，因为我说只有条列式的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在现场看感觉就来拍，看到什么就来拍。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宝岛摄影师嘛，哈，那我们也很随意，时间到就收工，差不多多少小时，我们可以怎么拍，看到一个感觉不错就拍，因为谁都不晓得后面剪出来是怎么样，可是感觉对最重要，现场什么感觉最重要，我们这样拍，之后大家也蛮愉快的，就是天气好可以拍什么啊，下雨赶快下来，我们改拍什么，好，就是很自由的拍法，然后所以在最后剪出来的时候，就形成一种比较有点散文式的，那是我很喜欢的一部，就形成了肉身了，它有一种自在啦，所以我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哇。很舒服这样子啊。那虽然不管技术系他那些东西都在说，可是至少大家在创作的时候的那种随性跟自在，反而形成一种感觉，就对我后面有很大的启发。